听讲，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大经，就是解说甲正文第20页。解说甲正文第20页，对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2节。解说甲不是报是强用之所求也。即摆呢，要来说来解说下面。是以福德与功德别，武德不是真理，非我祖师有果。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就来讲功德啊，必须将自性内见，就是讲会当好来悟到自性，这呢就是得到功德。功德呢，毋是在布施供养迄个所在去求的，所以佫就讲做布施啦，就是讲来普遍来施舍。供养呢，就是讲以这个恭敬的心来奉献、来布施。虽然以这个恭敬心来奉献来布施，毋过呢，假定讲你若是要求人天福报，要当好来了悟自性，那这呢，要当好来得到功德。所以慧能大师最后做一个结论啊，讲是以福德与功德别啦。讲是因为安尼关系呢，所以这个福德甲功德啊，这是有差别。福德甲功德呢，就是有所不同。福德就是有一个要求迄个心，就是讲要来求功德就是讲为着求福分，要来修的这款的善法，这款的善根啊。这拢是属于福德。功德这是无所求的，就是自性本具，自来自性本具的物件，也自性本具的物件，这是本来就有的。你会当好来甲伊开显出来，就会当发生迄个功德的妙用。在这个所在咱该现倒转来来看六祖慧能大师甲五祖的这款的问答。在第2页迄个所在慧能启发上，弟子自心相生智慧，不离自性，即是福田未信何上，教作何物？就是讲，我的心上生起智慧，这个智慧无离开自性，就是福田呐。这个福田就是遮所讲的这个功德的意思咯。所以这个功德甲福德呢，完全是不同。再讲武德因为不是真理，良武德呢，是站在世间的有为法上来去修行，所以才问达摩祖师讲：我安尼有功德无？实在是要希望达摩祖师该称赞一番呐。哪里会知影达摩祖师呢？无该称赞，讲你这根本就无功德，无该称赞，等于是该泼冷水共款。这就是达摩祖师之所以叫做讲做达摩祖师。才会对良武德直接了当来甲讲你这无功德。若毋是达摩祖师啥人晓得呢？对方是一个良武德而且达摩祖师是外国来的一个出家人，也对外国的一个天主，较早皇帝都是天主高高在上，谁敢也好当讲你这无功德只有像达摩祖师这款呢，有得到开悟，得到明心见性。会当好
契合着第一议题真理的人呢，才敢直接了当呢，来甲讲你这无功德。所以伫遮慧能大师讲，梁武帝呢，伊根本啊无了解真理。这呢，毋是咱的祖师啊有所过失，也就是讲，达摩祖师讲迄句话，达摩祖师无毋对，达摩祖师讲迄句话呢，真正正确。则讲非我祖师有过。从这说，咱就可以了解达摩祖师甲梁武帝的迄番的问答。梁武帝所问的乃是属于世间有了有为之法。达摩祖师所该回答的乃是出世第一议题真理，当然呢就不客气啦。达摩祖师来咱中国度梁武帝，希望伊会当好得到民心建设，会当好将顿悟禅法来传回。哪里会知影梁武帝呢？伊的宿心还阁真重，根本呢无法度契合真理。所以达摩祖师只好呢离开伊啊，到河南少年时明白9年，伫遐再去度慧可大师作为第2代祖。下面气势又问话，地主相见正相，念阿弥陀佛观成西方。请和尚说，得成必晓，愿为破义。此言师君善听。慧能伊说，世尊在社会城中，说西方因化，经文分明，气出不远。若论相说，你所有108000，即心中10恶8邪，便是说远。说远为其下根，说近为其上智。人有两种，法无两般。迷悟有时，见有地质。迷人念佛求生于彼，悟人自证其心。所以佛言，随其心境，即佛道清。这是疑问品分来，搁再另外一段，就是说明六祖啊，对于西方叫做世界108000的解说，次数有文完，就是讲这位次数呢，搁再来请教。慧能大师就安尼讲啦，讲弟子呢，常常看到经书念阿弥陀佛，愿成西方。经者就是出家人，常呢就是在家人，也就是讲常常有看到出家的师父，或者是讲在家的居士啊，也拢伫咧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发愿要往生去上求世界，安尼讲做念阿弥陀佛，愿成西方。讲请和尚说，得成必晓。讲请你和尚来解说，因安尼伫咧念佛，想要去上求世界，是毋是会当去呢？得成必晓，就是讲是毋是会当往生去甲上求世界呢？愿为破疑，讲愿望和尚呢来破除我的疑问。意思就是讲，对于这个道理啊，我内心有疑啦，内心有怀疑，也希望你会当好将我内心的怀疑给解除，将我内心的怀疑给消除掉。师君善听，慧能伊说。因为这位为处师对念佛往生上求世界这个问题有所疑问，所以慧能大师就讲啦，讲师君善听。这个师君善听的意思就是讲，为师君啊，你好好来听。慧能伊说，讲我慧能呢，就要对你啊来讲这个道理。下面就讲世尊在社会城中说西方因法，经文分明啊，气出不远。
讲即个世尊在社会上讲了西方因法，经文呢是分分明明，搁再讲去处呢是不完。对这个问题，慧能大师呢就引起世尊在社会国技术及国读完来讲这个密道经，以及甲伫遐讲无量寿经的迄个代志。那在密道经内底，就讲咱世尊是在社会国技术及国读完来讲这部密道经。所讲密道经呢，就是说西方因法，所以叫做讲做因法，就是因接化道。就是讲迄本密道经，就是说明阿弥陀佛啦，引导众生，要化度众生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这个经文呢，是真正分明。经文有密道经的经文、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，分明就是讲起真正清楚了。而且呢是去复不完。这个去复不完呢，就是讲去处不完，去处不完就是讲离开这个所在呢是无偌远。这个去处不完经文应该就是在观无量寿经。在观无量寿经内底所讲的意思，就是讲，假如你若是当信心坚固，会当后来了悟着法，安尼呢，咱这个娑婆世界就是一个上极光净土。所以呢，就是去处不完啦。十万亿佛度本来是真远，但是呢，离开咱这个所在无偌远。远无远，毋是用迄个句字来说明。远或者是无远，应该就是用咱本身是毋是当好了悟这方面来去甲伊论断。讲欲论上说，理所有108000啊。讲假若呢，若是论上来讲，安尼叫做欲论上说，就是讲欲事上来甲说明啊。若是欲事上来说明，迄个理数是有108000。在密道经内底是咧讲做10万亿佛度，伫遮呢讲做108000。当然啦，在这个所在所讲108000，是有慧能大师的另外一种的意思。欲上来讲，就是讲欲迄个有上的程度。欲迄个有上的程度来讲，当然呢，就是对事上了解方面的人所讲。假如若是会当好来信自性，就是密道，那这就是上帝的人。袂当好信自性密道为什么程度？当然呢，就向我去求啊。向我去求，结果呢就有108000遐尼正远。但是呢，这个理数就是讲将咱娑婆世界甲西方极乐世界有108000里的数目，讲即心中10恶8邪，便是说完啦。那呢，这个108000是啥物呢？就是咱心中咱本身身躯内面的10恶8邪，有这10恶8邪呢，所以咱这娑婆世界甲西方极乐世界离开有108000里，安尼就真远咯。讲说远呢，为其下根。讲伊来讲这个远的是为着迄个下根基的众生所讲。说根呢，为其上帝。你甲伊讲西方极乐世界真近，这是为着上帝的人所讲。讲人有两半人有两种，法无两半。
讲咱人是有两种，但是法呢是无两样。对这个意思啊，必须要搁再做一个补充的说明。10恶是啥物呢？就是身口意合起来拢总10种的恶业。10种恶业，用咱身躯讲起来就是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。咱人身躯的行为啊，会去做迄个杀生业。杀生业就是讲杀害众生命啦。杀众生啦，或者是讲杀人啦，等等啦，这拢是属于杀生。第二，这个偷盗就是讲偷摕人的物件，无应该咱贪取的，咱讲贪取。偷摕当然是包括了种抢的啦，种夺的啦，种骗的，这拢包括在内。第三，这个邪淫呢，就是讲在男女中啊，行迄个不正行。除非自己的夫妻以外呢，佮做种种不当的代志，那这就是叫做讲邪淫咯。身躯这3种，嘴呢就是恶口两舌妄言绮语。恶口就是讲歹嘴骂人，两舌就是讲一个人参像有2个喙子，是非呢搬过来搬过去。妄言就是讲话拢是白贼，无讲一句实在话。绮语呢就是讲的话真好听，但在这个好听话内底呢，却是包含着骗人的、邪的这种的成分。这就是恶口两舌妄言绮语。在内心，搁再有贪欲、嗔恚、愚痴，合起就是10恶。这个10恶啦，就是咱对3恶道的因啦。这个8邪呢，这是8正道的相反。8邪是啥？第一就是邪见，第二邪思维，第三邪语，第四邪业，第5邪精进，第6邪定，第7邪念，第8做邪命。本来这个8正道是正见、正思维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。正精进、正定、正念，自这个甲并倒转来呢，就变成邪啦。邪者就是不正的意思。事实上，在这8种其中呢，以这个邪见啊，作为伊的出发点，就是讲见解不正确。因为见解不正确，所以所想的当然就偏啦。所讲的话、所做的、所精进用功的，或者是心所念的、所修的禅定，拢都是减掉落去。因此，咱这个学佛修行的人，正知正见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。这个心中的10恶8邪呢，也就是咱娑婆世界众生离开西方极乐世界有108000里，因此呢，就是真远。那这个远呢，就是讲，因为咱众生有10恶8邪，你这10恶8邪，你若是无甲伊去掉咧，永远袂当去上极乐世界，就是非常的远啦。所以说远为其下紧。你甲伊讲这个远，你甲伊讲上极乐世界真远，这呢就是为着迄个下根基的人所讲。这个下根基就是讲，伊呢只在世上修行，袂当后来了悟自性，袂当了悟真理。讲说根为其上帝，讲假如若是讲这个根呢，这是为着迄个上根地的人所讲。因为上根地的人，伊会当后来了悟自性。所以呢，就会当好克悟唯心净土、自性密道的道理。那既然当克悟唯心净土、自性密道，当然就紧咯。所以呢，人呢是有2种。咱讲2种，就是讲有下根地甲上根地这2种。不过呢，法无两般。讲这个佛法真理这是无2样啦。只是随着咱人。迷悟有事所以见有地质。因为咱众生有迷有悟有这个差别，所以呢，你所看呢就有紧有慢。
咱在密道经内底，或者是讲无量寿经、观无量寿经内底，叫咱念佛往生去西方极乐世界。若是约迄个外表的文字界看起来，拢是一种诶相说，就是讲约书上所讲，所以呢讲诶啦，就是讲将是东方10万亿佛度有世界名为极乐，就是在密道经内底所讲咯。讲将咱这个东边向西边去，经过了10万亿个佛的国度，迄个所在呢，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。西方极乐世界的环境又是如何？甲咱讲真济。在无量寿经或者是观无量寿经，对西方极乐世界环境呢，甲咱介绍你更加较清楚。当然，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是另外一个所在，毋是咱这个所在。在观无量寿经内底，这个观无量寿经呢，是世尊为着维提希夫人所讲。维提希夫人，互伊的囝甲伊误解着，认为讲住在这个世间实在是真无意思，所以希望佛会当甲伊指示一个清净安乐的国度，伊要往生，伊毋爱在这个世间。佛就用神通来显出所有的这个世界，互维提希夫人选择。维提希夫人所选择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。这个情形就等于咱现出时放迄个电视机的银幕，互你一个一个去选择共款。当时虽然是无电视机呢，但是佛接受迄个神通力，将所有迄个世界拢显现在虚空，互维提夫人看。维提夫人呢，伊就选择了西方极乐世界。世尊就教伊来修观行，会当依照观行来去修呢，就会当往生去西方。所以所讲的呢，拢都是属于思想之法。就是讲有一个娑婆世界，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，咱安怎样修，会当甲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这呢，毋是直接甲伊讲你爱来去悟自性，拢毋是这款的讲法。所以所讲是思想，所讲的毋是约理去讲，是约事去讲。所以咱伫咧念佛修行，有思想念佛，有理的念佛，也都是安尼分。但咱的中国的祖师大德呢，智慧高超，就将当其时三经一论思想的道理呢，甲伊发挥变成高深的理论来。所以到尾就变成自性密道唯心净土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是不去。自性密道唯心净土，自性就是讲咱的本性，讲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佛。为什么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佛呢？所以讲佛者就是觉呀，咱的本性是零零角角，安尼讲起来，咱的本性就是阿弥陀佛啦。这名叫做讲做自性密道。唯心净土，讲咱的心就是一个清净的国度。什么上清净？咱的自性心上清净。自性心是一定不染。这个一定不染的自性心呢，就是清净的西方极乐世界。所以名叫做讲唯心净土。第三句讲生则决定生，第四句讲去则是不去。伫咧念佛修行的人会当好来了解自性密道唯心净土，来去往生啦。安尼呢，往生绝对是往生，就是讲绝对往生到迄个自性的净土，绝对呢会当见到这个自性阿弥陀佛。毋过呢，去即是不去。往生你有去倒的无？实在无去。为啥无去呢？因为你所往生的呢，毋是迄个10万亿。毋是离开咱这个娑婆世界有10万亿遐尼真远的迄个西方极乐世界。你所往生的呢，是你当下的心，你这个心就是在你这个所在。你这个自性，你这个心就是在你这个所在，那就是在你这个所在转未归我迄个所在呢，名叫做往生啊。所以去呢无去，在这个所在当下就是会当好来。转未归我，将这个痛苦的世间呢，转向于清净的安乐国度。这呢，甲这个慧能大师家所讲的完全同款。
就是讲，因为咱众生迷了，有这个十恶不赦，所以当会真远。你讲远，这是为着下根地人所讲。那讲这个根，这是为上根地人所讲。咱讲上根地，你会当好了悟自性密度唯心净土，这就是上根地啦。人会根基有上根有下根，真理呢，这是无两样。所以，假如你若是迷啦，当然呢，你要去上这个世界足慢；你若悟啦，你要去上这个世界就足紧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甲咱讲：迷悟有事，见有地质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咱了解这个道理来念佛修行，甲无了解这个道理念佛修行，当然就有所不同。所以有人直直讲：哇，修什么上紧，修什么上紧，毋是修什么上紧。你会当好来了悟自性来念佛，会当好呢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是不去。会当好了悟唯心净土自性密道，会当好在这个所在转袂归我，这上紧无比这个较紧。所以咱呢，紧慢是在咱迷悟的问题，紧慢呢毋是在迄个法的问题，咱是咱本身会悟就紧啦，本身未悟呢无法度好紧。咱伫咧念佛修行的人，应当会了解这个道理。注意看先听讲，咱今仔节目时间已经到。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坛经，就讲到这个所在。感谢诸位收听，祝诸位法喜充满。